過玄關係地面出口1號門，然後向前直行。右手邊係羅湖商業城。其實喺呢個位置已經睇到佳寧拿廣場，白色大廈樓頂係一級級嘅。途經深圳火車站長途出口，直行去到盡頭馬路前，對面就係香格里拉酒店。見到馬路，然後向右行，直行跟住再過埋馬路。過完馬路轉左直行，會見到大中華。好啦，已經見到佳寧拿廣場。我哋入口就喺商場正門嘅左手邊 A 座。你喺 A 座門口會睇到 Starbucks，入到去有3部電梯都可以上25樓，一出門口